立法院伫今仔日三读通过同婚专法修正案，开放同志家庭会当亲像一般家庭同款，其收养无血缘关系囡仔。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表示，这代表国内的婚姻平权，搁再向前行一大步啊！ 无论是饲囡仔食饭，还是甲囡仔耍，拢会使看出满满的爱。因是全台第一个成功收养无血缘囡仔的同志家庭，为爸甲苗爸。伫面册顶悬，嘛会使看到真侪一家伙仔3个人做伙日常相片。即届立法院通过同志家庭通收养囡仔了后，未来真侪同志家庭嘛会当享受到这款亲情。 他们终于不用再等这个司法诉讼的这个流程，才能够让孩子有2个妈妈或是2个爸爸的亲子照顾。因为这些小朋友其实都是经历了非常辛苦的过程。要领养一个囡仔，总算唔免搁放弃婚姻。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表示，每当至少会接到200通以上咨询收养囡仔的相关电话，就会当知影真侪同志家庭其实希望有一个囡仔，但是因为伫法律限制下，同志伴侣若要收养囡仔，就袂当结婚。若总已经有一边有请养囡仔，伴侣嘛袂当伫法律上做伙有侵权，互同志家庭感觉真无公平。 唔免较个烦恼即个代志。若讲阮有一个意外，一个大人拄着意外过身啊，因那是要安怎？讲个爱个出养个互别个人，吼，阮会当互另外一个爸爸，还是另外一个妈妈，好好继续照顾即个囡仔。 亲像即马要请育婴假是爸母拢有权利，毋过为爸就感慨讲，像因也未摕到法院胜诉进程，要请育婴假就敢若一个人有权利尔。嘛因为安尼，减少陪伴囡仔大汉的机会。即届立法院通过同婚收养，嘛互真侪搁咧等待判决的收养家庭，总算毋免搁提心吊胆，嘛互一寡等待家庭的囡仔，通有一个温暖的厝。记者梁文曾准佑台北采访报道。